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2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印度风台哈戈比发布海上警报，沿岸到明仔日时上接近台湾，北部、东北部沿岸可能会落大雨。台湾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病例，是对菲律宾来台湾探亲的20多岁女性，入境的时阵无症状，采检隔工才确诊。表示有立委疑似集体受污洗，今下晡开机压庭，因为孙仔苏进清涉案，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下晡请示。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印度风台哈戈比发布海上警报，保证伊的中心是咧鹅銮鼻的东边，大约310公里的海面，用10点钟17公里的速度向台湾东北部的外海来刷震动。气象局表示，沿岸到明仔载的日时是风台上接近咱台湾的时阵，北部甲东北部沿岸可能会落大雨，而且若是伊的路线佮向西边偏过来，嘛有可能会发布陆地风台警报。机务安全宜兰消防局伫海边考坑，叫海边耍水游客赶紧离开。花莲县府也正式公告，未用进行海上活动。因为哈戈比风台正慢慢挖近台湾，而且强度小可有增强。即阵伊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大约31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17公里速度继续往台湾东北部海面接近。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的北部海面跟东北部海面的风力呢，会逐渐的增强，风浪也会逐渐的加大。明天白天之后，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所以明天白天之后呢，除了东半部海面的风浪会增强之外，连西半部地区沿海的风浪也会明显的加大。气象局讲，预望到8月的日时是哈戈比上挖近台湾的时阵，入夜了后，北部近海风影会逐渐增强，北部东半部落雨机会也提悬，尤其是8月规工拢是正方面的北台湾、宜兰甲西半部爱严风大雨。若是太平洋高压势力有比雨期较强，路线又搁偏西，无排除有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的机会。带来的雨势主要是以这个花莲以北还有北部为主，尤其是北部的靠山区。那不过因为这个台风它的结构是比较松散的，所以它的结构性没有那么的好。提醒就是它的风速还有它的带来的降雨，大概如果说以目前气象局预估可能有100-200左右的话，其实还是很有感觉的。天气风险公司讲，8月暗时哈戈比风台就远离台湾，不过8日起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依然无稳定，南部甲华东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一直爱到拜三了后，太平洋高压慢慢增强，各地才恢复到热天高温、午后阵雨的天气形态。记者自红报道。今仔日，咱台湾增加一个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病例，是对菲律宾来台湾探亲的20多岁女性。伊入境的时阵无症状，是伫机场采检了后，隔工才发病。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的案例是哪来哪济，已经有真侪人建议讲，入境的人爱全部采检，但是相关的政策暂时也无被调整。国内阁新增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475例是20多岁女性，7月3日为菲律宾来台探亲，个案入境时无症状，伫机场采检馆到防疫旅馆进行自主检疫。想要到隔两天出现淡薄发烧，伫初2被确诊。他的采检的结果在今日就是确诊哦，那目前就是在住院隔离当中。那有关他的接触者，我目前也正在匡列当中。另外，近日确诊的比利时工程师感染源也来厘清，指挥中心已经列出个案相关接触者199人，并且全面采检，其中109人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他也来检验为查查起，将进一步展开血清抗体检测。接触者有199位，那199位我们都会去做采检了，那已经采检的192位啊，那还有大概7位待采检了。也有监视中心调整境外体检策略，指挥中心强调，目前只针对菲律宾入境旅客全面采检，政策无改变。对公卫学者建议，第次检疫14天出关前各体检1摆。指挥中心指出，文献证据显示，国外入境旅客7天内90%爱发病拢发病啊，而且发病超过10天都无传染力。民众检疫了后，若讲有缘无疑虑，会当考虑自费体检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就出现过离开台湾了后，确诊武汉肺炎的病例。即马咱台湾阁出现一个感染源不明的个案，是一个比利时的工程师，伫台湾做工课已经3个月啊。
指挥中心表示，伊伫咧来台湾进前，就捌出现食无味、鼻无芳臭的镜头，真有可能是来台湾进前就已经着病啊。国内顶日佫增加一个感染源不明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个案是20多岁男性，来台工作约3个月，比利时工程师。疫情指挥中心调查发现，伊3月伫比利时捌出现皮无食无味，真可能是伫海外获得。也毋过有专家表示，目前欧美人士入境甲伫厝检疫期间拢无实施体检，有一寡无症状也是轻症感染者，可能安尼行入社区。加上外籍人士定自回推测本案感染源应该是伫台湾。台湾跟外国人之间的交友圈子还是不太一样，所以这时候就会造成他们可能大家都是轻症，都没有症状，可是这种的病毒在彼此之间传播。也毋过有专家也有无同款的看法，认为新冠病毒伫体内要完全排出，需要较长的时间。个案 PCR 核酸检测是弱阳性，血中抗体 IgM 是阴性 ，IgG 是阳性，代表感染时间较早，有可能来台前伫比利时就去获着啊。IgM 阴性、IgG 阳性的话，通常代表它可能是2-3个月以上的感染了。那从这个综合的资料看起来的话，这个比利时的个案可能在境外感染的可能性比较高。指挥中心强调，本案也来厘清感染源，暂时无归类是本土还是境外，因为最近先后传出日本女学生、泰籍渔工加上比利时工程师等3例感染源不明的案例。指挥中心宣布，包括电影院、补习班、电梯、读册中心、KTV 等密闭空间，一定要挂喙安，以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会逼出有立委疑似下党派集体收乌西，其中国民党的立委陈超明、廖国栋、民进党立委苏震清、无党籍立委赵正宇，佮有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徐永明等人，受理要4000万落互人升压。今仔日下晡台北地方法院召开羁押庭。另外，因为孙仔苏震清涉嫌贪污，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今下晡请辞。立委爆发技术跨党派相钱见效台拿quyền拿大，国民党立委陈超明、廖国栋，民进党立委苏震清，无党籍立委赵正宇，也有时代力量主席徐永明，初一拢互检方城下初二下昼办院召开羁押庭，因过政治效应已经浮上台面。其中民进党立委苏震清被检方查出疑似涉贪约2000万，伊搁较是现任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的弟仔，确实非常敏感。苏家全初二下昼发出辞职声明，伊表示最近电访我乌。被讲利用职权包庇家族牟利，伊死嘛要维护家己的清白，对造成操纵的困扰感觉抱歉。对此，总统府尊重并且遵义事迹，职务由副秘书长刘建兴接待。苏家全秘书长为了不让蔡总统和民进党困扰而辞去秘书长，也宣示他守护他的清白的决心。民进党联政会有计初二暗开会讨论，目前议员对苏震清甲陈登山用停权处分，面对南亚立委涉贪，国民党主席江启新导蓝副选，他一摆做出回应。国民党绝对不能够接受有任何的国会议员、任何的从政同志收贿的事情。决策委员这边是不会处理到党员身份的这个部分。那到目前的话，我们是就职务的部分先做停止跟代理的动作。时代力量过去主打备案反贪腐，这摆党主席徐永明涉贪，影响实力形象，实力挽掉徐永明的职务。立委柯显智接任代理党主席，伊表示专案将以党内庭事送到纪律委员会尽速展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台中市议员张彦东进前规家口验中毒，因这个中药化验的结果显示，自费的药材内底有超量的重金属，而且佫有掺禁止使用的自洗。卫生局决定对这间危害人民的诊所甲医生当处罚。台中市议员张彦东规家进前发生严重毒大病院，台中市卫生局甲食村的药包采样化验，初二抽验结果公布，健保给付的中药化验合格，不过自费药材内底水银甲盐这重金属超过标准，其中盐的含量达到15281 ppm， 比30 ppm 的标准高真多，其中甚至含有禁用的药材自洗。第一次去稽查的现场，的确他也有做箱包。他有提供给我们看，是后来才坦诚，他有用在病人的中药上。卫生局调查问题出伫的自费药物内底，除了有未用使用自洗，重金属含量也超过标准。而张彦东表示，这款药是特别请诊所院长卢世明开立的保养性中药。
规家包括前议长张凤莲拢食3年到5年不等，而议长卢世明也承认，除了加禁药注射，也无加另外加入的药材记伫病历内底，卫生局会来给弹劾。我们也会违反医师法第12条来裁处。然后此外呢，他用到一些药物，可能是属于不合格或者是被禁止使用的部分呢，那我们最高也可以裁处50万的一个罚款。除了要改弹劾以外，院长卢世明也被依照违反医疗法和上侦办。调查过程中，也另外有一名负责人，也是食这间诊所的中药发生严重毒。卫生局讲，总计到即阵有9个人受害。消保官是表示，不排除来进行拍团体官司。我们会协助他去做求偿。那当然，如果人数达到20人的话，我们会协调消基会进行团体诉讼。是毋是有更加侪人受害？卫生局讲正在进行医疗调查，有中药包含有科学中药甲其他药材，是多种药材重金属计量也会复验。而诊所院长卢世明除了停业以外，煞来会送医师顶界委员会，相当会被撤销医师甲职业执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六甲街头仔发生一件人为放火案件，造成一个80多岁老先生受伤。想袂到警方查落去发现，嫌犯竟然是甲老阿公带做伙孙仔，怀疑是因为长期家庭失和，起掠公才来放火。嫌犯开车来到加油站加油，无想到这汽油竟然是要摕来烧厝的。台南市六甲地区一个徛街，初二天要光发生火烧厝，一个80多岁阿公双脚被烧着伤，送病院。警方调查了后，发现案情无单纯，伫高雄高山掠到嫌犯，而竟然是伤者孙仔。我们了解是跟家人长期不睦所产生的家庭纠纷。屋内有1名，据了解是嫌犯的爷爷，他受伤送医。红色鸡头门也留伫案发现场，嫌犯放火时，滴着鸡头门也维修跳装，方掠到时阵，车顶要2桶汽油，是传要去其他厝底人住的所在放火。这款因为家庭纠纷引起的社会案件，毋是头一件。医生讲，长期家庭袂和，可能会造成真侪负面的影响。其实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就容易会出现一些创伤反应。那些创伤反应，它可能借由一些压抑啊、否定自己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去做处理，容易合并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医师提醒，若是发现厝内底人因为家庭袂和流失眠、心烦这状况造成情绪的问题，应用关心身体状况这方式，可能去看医生，以免发生不幸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疫情，因为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要加袂煞，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要维持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伫咧济疫情袂动点的国家内底，菲律宾昨破过一天增加上济病例的记录，加要5000人确诊。新冠病毒疫情继续严重。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785万人，超过68万5千人染病死亡。世界卫生组织 WHO 初一宣布，维持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秘书长谭德赛讲，这是100年罕尼看到的卫生危机，而且疫情恐惊会影响几10年遐尼久。The pandemic is a once-in-a-century health crisis, the effects of which will be felt for decades to come. Most of the world's people remain susceptible to this virus, even in areas that have experienced severe outbreaks. 菲律宾初一通报新增加4963个人确诊，创下该国疫情爆发以来单日通报的上悬纪录。全国累计确诊9万外例，2039个人过身。首都马尼拉宣布延长防疫限制到8月中旬。总统杜特地讲，中国会优先予因疫苗。Give priority to the Philippines once the COVID-19 vaccine i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said spokesperson Wang Wenbin at the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July 28, 2020. 以色列大城耶路撒冷，初一有几千人聚集伫咧总理纳坦雅胡的官邸爱伊落台。以色列政府伤早放任致使疫情失控，佮加上纳坦雅胡面对贪腐的指控，示威人潮已经连续出现几礼拜，一点仔拢无减少的现象。德国的首都柏林初一出现上万人上街头，抗议政府实施防疫限制措施，剥夺因的人身自由。大部分的人拢无管警方的提醒，无
保持社交距离，嘛无挂喙罨。德国互人公认防疫相对成功，也毋过最近感染人数快速回升，专家烦恼第二波的疫情就伫要爆发。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那日本的疫情嘛是完全无转好的现象，已经小连续4天增加超过1000例。东京最近逼出来病例当中，有真侪是顶个月连假出门去画到的，真侪地方政府就开始宣布防疫措施。东京都就要求有卖酒的餐饮店要提早上档，有可能也是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前总统李登辉伫咧7月30过身，台北宾馆设会场，互民众来追思，早起真侪部回头人拢来现场致意。接任监察院长的陈菊早起来台北宾馆追思会场，悼念前总统李登辉。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北学学运世代出身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嘛拢来追思。会场开放的第2天，真侪民众毋惊炎热的天气来现场致意。政治消息，高雄市长的补选剩13天，总统蔡英文昨暝就用民进党党主席的身份去高雄替候选人单机买徛台。国民党这边，李碧珍嘛找新北市长侯友宜做回拜票，今仔早起搁动员全党的立委落南走选区。面对哪力拢咧拼气势，民众党的立委吴益政今仔下晡是参加党员大会来造势。国民党立委初二早起加入动员，全体落南高雄，担任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的分身，替伊到各区扫街拜票，展现大团结气势。也毋过用高卡级动员，才会当号召所有立委补选。敢是因为有委员配合议员无管，立委就万安后人。不会，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会有一个党团大会，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分配，对，还是有要开会讨论。主要是大家一起下来，对，就展现一个团结的气势。拜来高雄，因为补选变得闹热扯暗，总统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替单机买徛台，展现中央甲地方共济电视的决心。看到李碧珍找立委来大造选区，单机买认为也是爱家己来较好。候选人本身很多事情还是要亲力而为，像跟市民的接触、拜访，这个都免不了了。市民的困难，市民的期待，我们都要帮市民来努力达成。人着拜六找大咖来徛台，民众党初二下昼是开党员大会，候选人吴小静也就报参加，会中批评哪了执政下的高雄20多年来哪来那歹。我们曾经有高雄的光荣感，可是，在那个结构之下，让我们高雄的负债成为全台湾最高，让我们的薪水最低。空气品质最差。随着补选进入最后阶段，3天夜每礼拜六加强动员造势，候选人之间拼甲真厉害，希望会当伫选前抢更较侪地上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东京奥运延后举办，为了让选手保持比赛感觉，体育署甲国训中心做伙办模拟比赛。今仔日羽毛球是比赛第2天，世界球后戴资颖对着查甫选手林家欢进行男女两的两分赛，前2局是平盘，戴资颖赢第3盘，赢这场比赛。比赛一开始，男子选手林嘉轩以负8分对上世界球后戴资颖来进行。小戴以这球直线下压球，造成林嘉轩回击的时阵挂网啊，摕到第1分。7-0哦，他是负7-0哦。直线的下压球是迫使对方回击挂网。男子选手的力量明显比女性较大，球速嘛较紧。小戴几下届未负反应，或者是出现失误。虽然比数红加正暗，不过小戴嘛是会当找时间来回击。这一球斜角杀球是杀甲林嘉轩无法度反应。做虚攻挂网，所以第1局戴资颖是21-19拿下了首局的胜利。小戴摕到第1局，不过第2局是真歹战，和对手连续对分，以18-21输掉这一局。不过来到第3局，戴资颖稳定来面对，保持差距。这一球乒乓啊过去啊，但林嘉轩挥手杀出界啊。翻网而过，所以也迫使林嘉轩在回球上的判断没有办法像一开始一样的预期来的球路的路线。所以现在这个赛前机会出现了。最后这球，林嘉轩回击挂网啊，由戴资颖以21-11拿下第3局，取得模拟东京奥运对抗赛的第1场胜利。记者林俊明单场为综合报道。
台南仁德成功里的牛潮仔车站是最近一个正清的景点，这是照火车站的模样来设计的公园。因为这个车站无火车过站，游客会当放心伫遮翕相佚佗。过境顶一响，民众搁坐伫铁路顶原来翕相，但是煞无火车来。原来这是台南仁德成功里新的景点牛潮仔车站公园，铺设的铁路。简单的月台顶场景，拢是完美呈现。民众笑讲，这是唯一伫铁路顶原翕相未启用发的所在。这车站其实让大家就是有一个参观的景点，然后本来这边是比较是一个安静的社区，那因为有这个车站之后，大家其实参与度都很高。小孩对这种铁路的东西蛮有兴趣的，就带他过来看一下，对，还不错，有个地方可以走。哎，对，这是上安全的所在，所以当留一下小朋友小时候的记忆，要不然现在铁路都地下化了。伫荒地打造出一座牛潮仔车站公园，规公于仁德成功里场的卡水营造，占地198平的车站，材料大部分是拢民众提供，或者是少数来购买，甚至就连铁路当义工程的物件嘛出现伫这个公园。我带着劳动者，配合在地遮所有好朋友，才出钱出来技工。我们经过这样的营造，能够跟奇美博物馆、石鼓文化村、台糖造林地，甚至周遭的一些景致观点，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做一个旅游的地图，让民众来遮会当半日游，会当一日游。景点不红，大连交通部长林佳龙嘛为车站公园主持启用。郑清儿是讲，自造特色景点是要活络社区的经济，不红是意外，未来嘛会继续来扩建，保留原始的铁路造景。感谢大家协助完成这场有造梦的计划。记者郑混淡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27度到33度，落雨几率上悬90%。中部地区是25度到34度，落雨几率上悬70%。南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落雨几率上悬90%。东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落雨几率上悬70%。外岛地区是27度到34度，落雨几率上悬40%。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的最后，传恁来英国的动物园踅踅咧。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今仔日我要来讲一项我感觉是近代上厉害的发明。咱大家的生活拢会用到的技术，就是网络。网络汉字写做网络，罗马字写做无红网，罗乌路。网甲路拢是第7条。网络是20世纪尾人类透过电子、无线、光纤这个技术，互资讯流通、分享的科技，亲像一领通光的网仔，伫顶面，咱会当去所有咱想要去的所在，路草真通透。
要入去网络的世界，咱就要先上网。我细汉的时阵，要上网主要拢是用电脑，搁爱先敲电话，听到咧连线的声音，逐摆拢等到你要困去，才会使开始上网。那手机啊是上网上界利便的家私，已经真做是现代人袂当欠缺的物件。像咱会用手机啊上网耍 game、小战，有时阵一算就掉伫遐几啊点钟。哦，谢谢。啊无就是去真济网站溜溜看看咧，像咧世界共款。要买啥物拢真利便。看一下吼，啊你看这旧大。买衫有人直播穿互你看，买食的嘛有真济通拣。咱伫网络时代大汉，嘛会伫网络顶面交朋友。不过要甲网络顶面熟悉的朋友见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网络伤利便嘛有一寡歹，像讲变身仔会利用伊来甲人骗钱。因为伫网络顶悬会使用假名，有人会偷摕别人的相片，甲人拐钱骗感情，真可恶。手机啊上网这么利便，历史大个人身躯不时甲炸掉掉，连咧行路、驱便所、坐车、行路、驱便所。食物件，甚至困袂去的时阵，嘛咧回手机啊。今朝建议大家，还是爱专心生活，较快活啦。溜网络、光纤、通光、上网、手机啊、网站，咱大讲一句伫网络顶面，嘛会使收看哦。紧分享互亲戚朋友上网学台语。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